做测试。已经走了，还没开呢。有1个小时。我看20个的8个，28个它如果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我这个是这个差不多的。早餐他们也自己吃了，有些没吃也只吃了，没有同意。这边没有包括早餐，因为有些是7点多集合，有的6点半也去下午收的。这边是，跟昨天一样9点半左右开始。吃早饭吗？早饭吃，我们要吃早饭，你吃不？我们吃早餐，后面有吃早餐。真的。人机票上，人机票上。我们3个筷子3姐妹，筷子3姐妹。我们3个走过来一个。可以走啊，随便你啊。回来了，叫我跳舞啊！好的。这个王者之夜真的，你不想看就是直走出门左缓这是亲戚，不要在这里这个带节奏，你才是找存在感的那个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如果你在对吧？这里怎么说呢？就把你当空气，知道吧？我不会把你当空气，所以你感觉没有存在感，所以就小罗。真的是好烦哦！一起不好看，一起知道吗？拍是可以拍，但是一起不好看。拍嘛，可以，一起拍。来，拍嘛，没事。来，可以加上我吗？不行，就站中间嘛，最中间。厕所对，去厕所嘛，去厕所闭着，知道吗？不行，就欧盟没来哟。人满了嘛，报名有那么多人。啊，我跟张希拍一下，小洛。不是一唱开就唱死，知道吧？小洛。就要这样，是吧？就放在这里。小姐没电了，拍照片也可以。这边也在拍，拍不过来呀。晒太阳，他们3个一走拍。这里对，报名报完了。因为团队本来人比较多，38个、37个，加上拉凑应该是38个了。打卡对啊，对，他们这个手机没电了。这个手机没有充电线了。拥挤这个是都是13的吗？2个手机在直播啊？3个。直播吗？对啊。这样3个，这样的话不好看。除非他这边拍过了，这边拍过了，我们3个一起。
吧，走过来嘛，可以走，可以走过来。来吧。他要走了。来，预备，走吧。马上啊！来都要站上。哎，数。等一下啊。预备，1、2、3，走。好。OK。可以吗？可。上面拍吧，去这样子。上面可以拍吗？可以。在城楼上拍也可以哦，好像2楼也可以拍，2楼可以，去试一下。哦，没事，拿了嘛，你要拍照的嘛，你不用去，现在拍了之后再说。对，不用去了。我们先爬楼，再上面走。因为你回答知道吗？没错。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，你看着，没有冲突，没有，那是冲突方法。这是冲突呀！来，冲突，来，我打，来。等一下，我先跳一。这个人。我会记得呢。为什么？
美丽的枪坛，我的家，名字叫这个。